在咱镜头来高雄茶山有真侪高山啊，当地有一个在推广人甲高山啊共存的协会。这个协会秘书长林美琴专门在推广对高山啊做伙爬山。伊带队导览看高超过300场啊，有时嘛用台语来小解。最近伊是伫面册教台语，伊讲台湾高山啊，也有台语，拢是咱台湾的物件，嘛是伊自心要推广的物件。这是上刀。 猴子，高音刀，所以呢，随时随地它都有可能会经过。伊是美美老师，带领平山国小6年学生去茶山户外教学，爬山看高山啊，是因重要的功课。冲阿伟啊，我操！这条未成年，你查到细回。哦，他对你的包包好像来，不要紧张。哦，你看你就是无拖好吼。 林美琴对高会开始就对老爸爬山甲高做伙耍，茶山的高群伊拢真熟悉，所以伊成立台湾第一个推广人高共存的协会。每个月亲自带队导览，伊嘛会用台语小解高山仔的生态。我是因为阮外妈伊是讲台语的，我为着要甲伊讲话，所以我就会问伊讲这句要安怎讲，伊就甲我教。 所以我才会开始讲会晓用台语甲人讲话。伫茶山导览遮侪冬，林美琴最近开始伫面册推出教台语的单元，用古水的高山啊相片，教人讲台语、写台文。伊讲迄时阵是一篇台语火星文的讨论，才互伊开始注意母语这件代志。有人伫下骹纠正啊，就写讲唔通是安尼写。 所以阮是为迄时阵开始就想讲，啊无阮用教来教这个台语，因为台语甲台湾教拢是台湾的物件，啊，所以阮是想讲用台湾教一寡伊的形象啊，像阮因咧热舞的时阵，做成人阮咧满面呢，阮就去用遮的形象去教一寡台语的词安尼。这个高中呢，已经奋斗2年啊，真无简单，今年较升起来做里长伯。 阮有一个里长伯的心声，其实就是感觉用台语来讲，真正有迄里长伯迄个气口啦，啊嘛有迄个气氛，希望用别款的方式来带这个生态的。不管是用影片，也是对高做伙去爬山，林美琴希望改变大家对高的负面看法，理解安怎甲高山啊斗阵。毕竟茶山遮的高山啊，甲母语同款，拢是伊生命的一部分。记者邓亚文、赖维做高雄报道。